面積180平方，實用高達300個平方，真正做到咗買一層送一層。企喺自己嘅露台度就可以睇到半個山鄉，欣賞到萬家燈火，感受到生活嘅氣息。呢個複式單位既有住大平層嘅舒適，又有住別墅嘅分層。產權面積180平方，實用高達300個平方，真正做到咗買一層送一層。南北通透，時刻享受自然風，同大自然零距離接觸。餐客廳一體化，仲有2個超大嘅室外露台，真正咁將別墅嘅生活搬到咗半空中。每一個細節盡顯業主嘅用心，更加係質量嘅體現。1樓主要係生活區，2個超大嘅套房；2樓就係客房同多功能室。呢個中空嘅設計，既有住別墅嘅高質感，又唔會錯失同家人之間嘅隨時互動。上都糾結買別墅定買定層，呢套新城都會嘅複式單位，直接可以滿足到你對生活嘅所有想象。我係老鳳凰，對呢個複式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評論區留言啦。